台南市立林国小为着让学生更加了解迪金溪这条台南的母亲之河，学校亲师生甲专业老师参考这个文献甲府城古地图了后，结合文史、科技甲美学专长，重新制作出利林囡仔放心游古籍教育地图。来这个部分呢，这张地图是古地图，是文资处的古地图，但是我们透过数位科技的方式，把它做一个翻转。现在打开你们的手册，我们自己绘画的利人囡仔放心游这张地图，你们手上的地图的德庆溪，下一条溪流这样子流过去，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出海口在这边，出海口。台江内海的出海口从这边出去。那以前刚才校长有提到了，以前怎样？以前就是传到这边。这条路为学校出发，经过开基天后宫、大观音亭、平济宫、台南护校、原台南厅长官邸以及台南一中，大家一路观赏古迹之美，并了解历史渊源以及故事。那我们孩子对我们的救儿道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用我们国语跟英语跟台语的部分说出我们对台南市母亲之河对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得跟感想，也谢谢他带给我们台南市这样一个历史的变迁跟繁荣的历史。学校探到母亲节前夕举办这款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虽然时间只有半天，也毋过让学生透过这份地图，看到府城四八党的历史甲变化。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